点点严厉心厌食心，只是表面上修习相识之法，世间人也因此认为他是贤善的。后来又有了施主和弟子足下恭敬评理，致使他们自己没有详细观察自相续，反而真的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身体傲慢心，一切行为一反常态，认为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了，这真正是着魔了修行的最后，那么很多修行人，因为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又要重视的一件事情来说到，就很多人认为呢，就是相当就是怎么说呢这里所讲的就是最主要是要认出自己的我，所谓的我这个傲慢，这个傲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说我们学佛很长时间了，所以就是很多人也是觉得对我是很恭敬的，好像很多人都是觉得你是老居士就不一样，或者是你是上师就不一样，你是这什么出家众就不一样等等的这种很多想法的时候，自己也认为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自己真正的内心上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好像我就可以如何如何就了不起，所以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想那种，那这是不对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一定要注意，不然你们常常说的走火入魔是吧？会有这个危险。在为断除我执，为升起无我之智慧，未得到圣者果位之前，前列的显现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整个的修行的过程当中，都是必须的要谨慎要精进、坚定、忍辱，这些都不能放弃的。能得到真正的正悟之前，都是必须的要这些都要不能放弃，一定要精进，一定要忍辱，一定要怎么说呢，坚定，不然的话就是一切的状态都是会变的，所有的状态都是没有任何一个坚固跟永恒性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当恒时修习死亡无常，观察自己的过失恒常止于低劣地位身体厌离心，三门调如不放逸，一切有为观无常，思维轮回之痛苦，恒时处有强烈的信心和深深的厌离心之中。如密勒日巴尊者言：无人三股岩洞中，恒常具住严厉心，上师乃为三世佛，强烈坚信永不离，应当如此修行。因为这些暂时的分别念都是无常的，所以无法确定将来会变成怎样。从前有一人，亲友都变成了徒弟，后来他入了佛门，并修持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唐巴比丘，身心获得自在，身心获得自在。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啊。前面那个密勒日巴尊者的这个道歌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再不做解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可以在虚空中飞行。有一天，
他共识实质是积来了许多鸽子，他就想，如果我有这样庞大的军队，具能够消灭那些敌人，应当使得恶念没有转为盗用。后来他还属成了军队首领。那这个我们要听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个里面很重要？这个里面我们就提到2个字，盗用，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他是本身就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平常的人嘛，但是他的家庭里面或者是亲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那个出人吧，所以就可能也是有发生过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反正就是到最后他可能就是变成一事无成吧，所以呢可能是选择了修行。但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弥勒日巴尊者他就是过去的这种一生当中的痛苦，后来呢就是他就是相当就是报仇，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呢，他的报仇是成功的，但也相当也是没有达到他的这种安心的时候，他去求佛学佛。学佛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比其他人更精进、更努力，因为他有过去，他的过去是更特别的，所以跟很多人不一样的，他有这种过去，所以他修的也是更好。所以呢，就是后来得到这么大的成就。但是他弥勒日巴尊者，他呢修持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如理如法的修持，一生当中精进努力的修持，最后的成就是完全是就达到无比殊胜的成就。所以相当其实今天的这个也是跟弥勒日巴尊者差不多的行为，一开始差不多的那个问题，但是他呢就可能也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说到，他没有做到报仇所以内心当中一直都有这个他过去的这种不满意的这个问题就会发生所以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在修持到已经，因为佛法的加持跟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从我们时间的语言来说到，就只能可以这样来讲，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更清楚的解释。所以呢，他也是得到了成就而且得到了非常高的成就身心自在，而且天空都可以自由的飞往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他呢就是在有一天在自己的这个闭关住处的地方，就是布施在做那个供养的那些狮子多玛那些，比如说我们就经常都是供护法，供那些怎么说呢，供养诸佛菩萨的这些供品。然后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拿出去可以布施鸟类这些的话也很好，就像这样的。然后他就是布施跟他自己的狮子多玛那些给鸟类的时候，就是迎来了很多很多的鸽子。那可能他一看的话，就是他的整个的前面都是很多很多的动物一直在动的时候，他可能突然就是有一个想法，哇，当初我有这么多的，就像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军队的话，那我的那些也可以说是他的那些亲戚，也可以说是他的那些敌人反正亲戚就变成敌人了，等于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常，就是相当就是本来是他的亲戚变成他的敌人所以呢就是到最后就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对付他嘛所以他最后修行的过程得到成就。但是他今天虽然得到这么高的成就，但还是心里就还是没有放下这个，所以他就想起来了。想起来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人弥勒日巴尊者他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他肯定会无数次的想起过他的这个叔叔跟他的这些他的母子几个，他们母子几个的辛苦的这些故事，是肯定无数次的想起过。但是想起的时候，他就必须得要倒用但是刚刚那个人就没有倒用，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种因缘，就是肯定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就越来越不好，就像怎么说呢？你们说的就那个恶性循环一样。所以一个东西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循环，一直不断，然后就会成长，这个因缘就会成长，成长了到最后，它就是变成一个它还属了，还属以外呢，也是会变成一个
军队的领袖，首领。那一个军队的首领，他是做什么？他的任务是什么？那肯定就是不好嘛，那就是只有造业。造业的情况下，那他中间就羞耻过，有成就，但是呢，这些都有用吗？当然，这些功德是永远会存在的，但是他先必须得要去下一次地狱，就像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那修行人会不会下地狱？会下地狱。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修行而下地狱的，因为修行的方法不对，修行的之间呢，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的时候，你没有去对付，没有去盗用。那我们现在是修行人，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得要解脱，对吧？你们应该有这个想法吧，对不对？对。那我们必须得要解脱，那我们就是往解脱的方法走。这个方法我们都是要学习。学习从哪里学？课本里面。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就是盗用，这个很重要。我们提到这些烦恼的时候，马上忏悔。我们本身好好的坐着这边的时候呢，想起这些过去的不好的念头的时候，我过去的那个敌人是用什么方式的话，应该是更好的对付。如果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杀死他的话，就已经没有杀死他嘛。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用一个方法杀死他的话，那个时候我就赢了。就这种想法的话，虽然你没有去杀人，但是也是你就是起了一个杀人的念头。那么这个你要盗用，怎么盗用？马上要忏悔。我这个人就这多没有用，已经知道生死无常在这样的一个轮回的苦海当中，好不容易遇到了真正的就是从黑暗当中，就像闪电一样的一个光明，刹那中的一个闪电一样的光明，是因为佛的加持，因为菩萨的加持，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胜。但我这个就又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就是真正的就是在坚定的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要永恒的去下去这个走这个路，然后从中间用我的这个贪嗔痴，因我的嗔恨心，就马上又想起了我的敌人，因为我的贪心，马上我又想起了我当初的这个怎么说呢，失败我当初的就是希望我当初的这种占印的这种贪心贪跟痴，然后我的愚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认出来我自己在这个轮回里面多么的可怜，多么的痛苦，因为在一个黑暗当中，我都还没有醒过来。要这样去想，马上忏悔。那么这个忏悔的力量呢，不光是你忏悔到刚刚的这个一刹那之中的这种念头的业障以外，那你就可以消除更多更多的业障。所以这个叫做盗用。同样的，暂时以上师和善友之诸缘，虽获得修法的良机，但凡夫的想法是无有恒常可信的，所以应当日日不断专注修法，活到老修到老。如是思维各种寓意，因深信善之暂有之地，下至无间地狱之间，无有丝毫恒常稳固的，都是千变增减的本性。所以我们要知道前面这里讲的同样的，暂时以上师上师什么和善友的助缘，助什么？帮助的助，然后呢？缘，对呀，因缘的缘嘛。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佛学会佛学会，那么佛学会的所有的弟子嘛，互相的帮助然后就弟子们为佛学会的维护的心，然后加上我作为这个佛学会的上师，我也是有不断的努力的情况下，我们都有一些可以修持佛法的机会跟因缘。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有这种团体性的修持的情况下，都有一些修持的因缘跟机会
甚至比如说就一个寺庙也好，一个团体也好，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修持是为了什么？这个必须得要听清楚。修持也不是为了一个团体，也不是为了一个寺庙，为了是所有一切的众生。但是最终来说的话，也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呢，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团体，但是自己一个人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是其中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修持佛法是不是说是一段时间？那就像这里面讲的活到老就修到老，这个是很重要。不然如果是有一天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一个就上师也没有了，金刚师兄也没有互相一定要今天要去共修，今天要去放生，今天要去做听课，没有这些提醒的时候呢，没有这种因缘的时候，那你们要不要修？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文革期间，在藏地不能修持佛法，但是在藏族人们来说的话，就自己默默的修持佛法。很多的殊胜的上师嘛，在文革期间呢，就是年轻的，那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做什么修持佛法或者学习佛法，因为做也不允许做。但是一旦恢复了宗教自由的时候，个个都是成就者，个个都是佛教的学者。那他们怎么学的呢？没有团体，没有寺庙，就像我们的上师们，到了每一个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回供法会的时候，尤其是每年的这个莲师的那个后夜的怎么说呢？猴子夜后夜是那个我的那个中文不好嘛，所以时候呢，他们偷偷的跑到那个文殊洞里面去。那么我们的那个上师们都说过。白马盖宗法王也是经常讲，在讲课的时候里面也是有的时候讲。那老上师他们也经常讲，有一些他们可以在那个互相怎么说呢，信任的那些过去左清寺的那些出家人，那个时候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不能穿出家的衣服，都是穿普通的衣服。但是他们的那个普通的衣服穿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腰带绑的时候，就是衣服不是很高，就是比较低一点的，就相当就是自己的心里就是相当就是在自己是出家的这种一种行为。但是那种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对这个其他的这个政府那些方面是对他们看法是很不好的，所以他们偷偷的跑到那个文殊洞那些地方去，然后呢就是会拿一些自己隐藏起来的一些法器，然后到那边就是可以用，可以敲，可以搭，因为就是山上没有人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朝圣，然后普通的人来说呢，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也肯定会忘记了嘛。那个时候都是可能在劳动什么的时候，他们偷偷的跑，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长病然后今天没有办法去工作，因为生病了什么什么，这样各种各样的还有就是离我们左近比较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画家，也是一个修行人他有好几个小孩，他就是每天都是在画画的时候呢，他跟小孩们说你们就是去玩爸爸开始又要画猪，然后就是人家那个工作队的人去问他们小孩，你们爸爸在做什么？说爸爸在画猪那他们就让他画嘛，画猪没什么关系。汤卡叫做猪然后没有说画佛菩萨，或者没有说画汤卡，他就说画猪。然后小孩们也看这个汤卡应该是猪，就这个样子，所以就用各种办法来修持。这个没有就是阻挡不了的，信心是阻挡不了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全世界的人们宗教自由，然后比较修行方面就自由，可以就没有人就是说怎么说呢，压迫你的时候，那就反而就是人们就是更不精进所以有团体的时候呢，就相当每个礼拜的很多地方每个礼拜的公休是没有办法举行的，就在台湾的很多中心也一样，每个礼拜一次的公休是一开始有，后来来一个就不来两个，来两个就是不来三个，就这样，反正后来就没有办法。那仁波切姐们也是没有什么办法那就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就像那个
我们那个认识的一个萨迦派的一个老喇嘛叫阿贝仁波切，已经圆寂了，可能这里的很多人有些人应该知道，就后来他圆寂了嘛，他也是来自藏地的，然后最后来到了台湾，然后他是一个在这边台湾这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灵骨塔的，灵骨塔的主人呢就是供养他，这边台湾有一个道场，他每个礼拜天去灵骨塔修一场法，就这样一个老喇嘛，然后他呢就是为了弟子们来共修，所以就共修完以后就可以吃饭，他就弄了一个稀饭，稀饭里面可能是加什么菜啊、肉啊什么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也有些人说去阿贝拉玛那边共修很好，可以喝那个稀饭，那个稀饭很好喝，为了稀饭去共修，那也很好，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就是很多人不接，就是有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也是很多地方来说的，也是共修那些也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就像那个阿贝仁波切，他自己后来圆寂了，那中心也不存在了。然后弟子们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在自己努力的修持，也不知道如果是真正的自己努力的修持的话，有没有团体也无所谓，好好的修持就可以。但是自己不努力的修持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有一个团体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有团体这样的时候，就只是参加一下，轻轻松松的可以修到，可以学到。但是到了自己轮到了自己一个人努力的时候，也是不能放弃的。就像这里面所讲的，活到老就是要修到老。自本作人着康中